喺前幾年嘅疫情同移民潮下，唔少長者經歷擔憂檢疫、社交疏離同仔女分離等，令佢哋面對情緒健康嘅挑戰。以前我唔覺得藍色咧，天一起身，望到藍天白雲好開心。當你有癌細胞末期咧，一起身望到藍色天，我仍然生存喎。嗰份興奮係同以前係難以用形容詞去比喻。藝術話語說故事，讓長者們藉着藝術品同生命故事，將佢哋勇敢前行、樂觀積極嘅精神喺社區分享出嚟，讓生命影響生命。喺2024年9月至10月份舉辦咗5節藝術工作坊，共邀請32位嘅長者製作藝術品，並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。喺2024年10月至11月份，與生活新起點精神健康流動宣傳車服務合作，喺屯門區內進行4次街展，展出長者們嘅藝術品同生命故事，一共吸引超過280位社區人士觀看。覺得嗰個義務方個故事係最觸動我嘅。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嘅話呢，突然間可能飲下茶，個丈夫突然間有啲意外，我會覺得不知所措啊，我會覺得好驚啊。可能我哋人生會遇到啲迷失嘅方向呢，希望唔好太過執着佢哋咯。我自己最深刻嘅就係其中有一位長者啦，咁都有分享過就係佢至親嘅離世一個故事啦。咁基本上我諗至親離世一個咁 close 嘅人，突然之間離開自己身邊咧，已經係不容易，需要好長嘅時間，除咗消化之外，我諗點樣去接受呢一個事實，或者係身邊嘅人未必係好似以往咁樣再同自己一齊生活咧，呢個係一個好艱難嘅經歷嚟嘅。咁但係即係我真係好欣賞，亦都係即係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，就係咧個故事裏邊就話緊俾我聽，唔好放棄，唔好自己冧，因為自己冧咧，其實側邊嘅人亦都會冧，總要堅持。第二朝早亦都係另外新嘅一日嘅，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感動嘅地方，亦都覺得長者俾到一啲好好嘅智慧俾我哋，大家鼓勵即係大家啦，就係活在當下，繼續 keep 住啦。而家呢個心態非常之好，可以樂觀咁樣去活每一日，咁樣就係最好嘅解決方案啦。我覺得就係。